来继续来看天气小风风，尤其是正中昼，这个点仔加路是互日头晒甲烧烫烫。来看新竹有一个太太牵一个细汉查囡仔，查囡仔是赤脚无穿鞋仔，沿路一直吼，一直发休讲足烧的。但是这个太太当作无听到，揪囡仔一直行，前后行得要20分钟，行到囡仔骹底拢已经碰破。过路人去关心，这个太太嘛拒绝，讲小朋友甲鞋仔创无去，莫插伊。这个影片传到网络顶，引发着众人的愤怒。社会局讲，已经甲这个家庭列为脆弱家庭，会加强注意。查某囡仔哪行哪好，哪爱讲有够烧。伊双脚无穿鞋仔，都安尼行伫点仔加路。你会不会太残忍？虐待儿童啊！去吧！那个人扒我的，我要滚的！查某囡仔烫一个白坎子，走到泥一脚有黄的所在，也是互救走。好累啊！快到家了，再拖延时间就这样子。民众唔死心，佮继续对起哩，也毋过负责人根本无要插囡仔，疼甲哀叫。你那是别人的孩子吗？你虐待别人的小孩是不是？这什么民众将影片翕来，因为一位新鸿火车站都看到囡仔烫只脚红腰咧行，负责人讲囡仔家己将鞋仔拍无起，网友讲要甲买一双，也毋过负责人真生气，讲卖插伊。我觉得地上至少有超过40度吧，因为天气这么热，然后又都没有下雨，所以太阳直射应该超烫的。觉得很可怜啊，因为他脚赤脚，所以直接接触那个柏油地，应该脚很痛吧。有可能起水泡。警方接到通报到现场了解，确认查某囡仔住伫倒，也毋过处处唔开门，申报社会局。安家是本府社会处跟民间社福单位服务中的个案。那我们除了已经有提供必要的经济协助，也提供了育儿指导的一些资源及早疗的一些协助。头中到的点仔加路上悬超过50度，大人烫只脚，行无5秒钟就挡袂住，佮开免讲是皮肤遐尼幼的囡仔，佮行袂20分钟。下工探视的时阵，脚拢碰破。影片传去网络顶，网友真生气。社会局已经介入协助送病院，将会继续关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